今日介紹呢個遊戲《星光四重奏》Starlight Quartet， 咁就係我哋咧 Capstone Board Game 最新設計嘅遊戲。咁遊戲好得意，就係透過咧擺放唔同嘅星星，咁睇下邊個可以最成功咧連成4個連線。咁但係遊戲並唔係咁簡單嘅，因為我哋棋盤咧係可以移動。咁睇下喺遊戲入邊，放完棋移動咗之後，係咪完成到你嘅目標咧？呢個遊戲嘅咧，我哋首先咧就要準備好我哋嘅棋盤，好似9宮格咁咧排晒我哋呢個星盤，然後我哋根據人咧，我哋每一個人就揀自己一個顏色，咁就通常有18個星星棋。咁例如呢個為例就係一個2人遊戲。實際遊戲會做啲乜嘢咧？好簡單啦，每一次輪到你嘅時候，就係選擇咧其中一個棋盤，然後將你嘅星星咧放上去。然之後第二個步驟就係將你放咗星星嘅棋盤咧移動到另外一個位置。完成咗2個步驟之後，就會輪到對手，嘗試同樣都係做同樣嘅動作，放一個星星喺一個空白嘅位置，然後移動呢個星盤。咁但係移動嘅時候咧，我哋唔能夠咧超過4張。咁例如我可以選擇呢度移動唔到喎，係啦，呢度都唔可以喎。但係咧，我可以連住咁樣，有4個，咁就為之成功。上個回合已經放咗呢個星星，你就要一嘢咧移動呢個棋盤。但係你移動嘅時候，又發現咧有其他棋盤唔能夠相連喎，咁係唔喐得嘅。遊戲贏嘅方式啱講咗就係成功4連線。當你成功放完呢個連接之後，未完嘅，我哋仲要咧連埋，係啦。我哋仲要移動咗之後連接咗先為之成功嘅。我哋遊戲規則記住啦，我哋唔係放嗰一刻連線係即刻勝利嘅。我哋放完呢個板之後，我哋放完呢個星星之後咧，仲要移動一次。只要移動咗之後，仲係獲得4連線先為之成功噶。另一個狀況，記住咧，任何時候咧，我哋放完之後，只係移動我哋呢個星盤，並唔係旋轉星盤啊。係啦，我哋咁樣轉犯規噶。係啦，留意翻啦，我哋咧每一次嘅行動就係一定要做晒嘅，將你嘅星星棋放喺一個空格上面，咁然後咧要去移動呢個星盤。留意翻啦，我哋移動星盤嘅方式咧，並唔係拎起佢，然後放喺另一個位置，而係咧我哋好似推喐佢，喺維持喺個台面度移動。所以如果你將你部棋放喺中間，你發現4面都推唔喐喎，咁樣係一個犯規行為嘅。如果你放完呢隻棋之後，發現你完全喐唔到，咁你都係當即刻輸噶。又或者根據我哋嘅規則上，如果你唔能夠正確咁放喺一個空白嘅位置，咁你都係輸咗呢個遊戲嘅。團體模式嘅話咧，同樣規則，咁我哋咧就會每隊都有我哋輪流有唔同顏色，輪流放完棋之後移動我哋呢個板塊，係啦，一樣都係移動板塊。但係我哋嘅目標咧就係想盡辦法將自己隊友同埋咧自己組嘅顏色相連，只要喺任何嘅時候喺我哋正確嘅擺法嘅同時，完成到我哋嘅連線。只要完成到我哋同一隊嘅顏色兩個嘅連線，無論係2-2咁樣，又或者係隔住，咁都為之成功嘅。記住我哋除咗連線係打直、打橫，係啦，同埋打斜都係為之成功嘅。好，遊戲入邊第3種玩法咧就係一個得分卡模式。遊戲入邊咧就會多咗一個任務卡，大家要想盡辦法咧完成呢個嘅 pattern 嘅。假如我放完呢個星星之後再移動，咁如果係完成咗呢個白色棋自己嘅顏色呢個 pattern 嘅咧，就代表你任務成功，咁你就可以成功獲得呢個任務牌。但係與此同時咧，完成呢個任務牌就要拎走咗屬於你本身嘅星星嘅，之後就會打開一個新嘅任務卡，睇下邊個可以最快完成到呢一張嘅 pattern。遊戲入邊咧會有2種顏色嘅，一種白色就代表屬於自己嘅棋，另一種咧有黑白相對咧就代表咧係要完成咧其他顏色嘅棋。例如呢個狀況係啦，例如我有自己嘅顏色同埋一個黑色對方嘅顏色，咁樣都係為之成功。完成咗呢個嘅卡嘅話咧，就會攞走對應嘅棋咧，俾翻我哋其他嘅玩家噶啦。最快可以完成
4張呢個任務卡就為之勝利啦。好，以上就係星光四重奏嘅基本遊戲教學啦。呢個遊戲咧喺艾森展咧，我哋都可以受到好多唔同外國嘅桌遊愛好者嘅歡迎。咁而家咧，我哋香港 Capcom Board Game 咧都而家有零售嘅，咁啊歡迎大家一齊買嚟享受下呢個2至4人一個好特別嘅連戰遊戲啦。